聖靈降臨日嘅聖餐崇拜，又係傳道主日嘅聖餐崇拜，現在開始，請起立。Please stand。懇求聖靈降臨，將上帝的愛澆灌在我們心裏。同唱此禮聖詩，普天頌讚206首聖靈感化歌。奉聖父、聖子、聖靈嘅名，阿門。各位弟兄姊妹早晨。早晨。Good morning, everybody。大家都見到咧，今日在座當中咁有我哋本身係即係翻開英文堂嘅姐姐們喺度，係啦，姊妹們喺度。因為咧喺我哋今日教會當中，諸聖座堂我哋有一個特別嘅禮儀，就係諸聖座堂之友嘅歡迎禮。咁讓到我哋喺當中喺英文堂生活一段時間嘅兄子有機會咧俾我哋喺諸聖座堂有更好嘅接納，亦都同時間咧去到同我哋去到連結。Today we are very grateful that we have all the sisters from the English congregations here, and we will undergo a liturgy of the welcoming of Friends of All Saints Cathedral. So we will undergo this liturgy to welcome them, especially when they are from overseas. 讓我哋準備自己，我哋繼續參禮。哈利路亞！基督已經復活。主果然復活，哈利路亞。
我哋要祈禱。Let us pray。上帝啊，你昔日使忠心順你嘅人得蒙聖靈嘅光照，深受教化。求你使我哋靠着聖靈嘅感動，能夠明辨萬事，常受聖靈安慰，得享喜樂。藉那你嘅聖子，我哋嘅主耶穌基督而求，聖子和聖父聖靈一同永生，一同掌權，三位一體嘅主，永世無盡。阿門。各位請坐，讓我哋聆聽聖言。第一次經課喺《使徒行傳》2章1至21節。五旬節那日到了，使徒全部聚集在一起。忽然，在響聲從天上下來，好像一陣大風吹過，充滿了他們所作的整棟房子，又在舌頭如火焰向他們顯現，分開落在他們每個人身上。他們都被聖靈充滿，就按着聖靈所賜的口才，說起別國的話來。那時，有從天下各國來的虔誠的猶太人住在耶路撒冷。這聲音一響，許多人都來聚集。各人因為聽見門徒用他們各自的鄉談說話，就甚納悶，都詫異驚奇說：看啊，這些說話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嗎？我們每個人怎麼聽見他們說我們生來所用的鄉談呢？我們帕提亞人、馬代人、以蘭人和住在美索不達米亞、猶太、加帕多家、本都、亞細亞、弗呂家、旁非利亞、埃及的人，並靠近古利奈的利比亞一帶地方的人，僑居的羅馬人，包括猶太人和板依猶太教的人，克里特人和阿拉伯人，都聽見他們用我們的鄉談講論上帝的大作為。眾人就都驚奇困惑，彼此說：這是什麼意思呢？還有人譏誚說：他們是灌滿了新酒吧。彼得和11個使徒站起來，他就高聲向眾人說：猶太人和所有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這件事你們要知道，要側耳聽我的話。這些人並不像你們所想的喝醉了，因為現在才早晨9點鐘。這正是藉着先知約珥所說的。上帝說：在末後的日子，我要將我的靈澆灌凡血肉之軀的。你們的兒女要說預言，你們的少年要見異象，你們的老人要做異夢。在那些日子，我要把我的靈澆灌，甚至給我的僕人和婢女，他們要說預言。在天上，我要顯出奇事；在地下，我要顯出神蹟，有血，有火，有煙霧。太陽要變為黑暗，月亮要變為血。這都在主大而光榮的日子末到以前。那時，凡求告主名的，都必得救。這是上主的道。詩篇104篇。上主啊，你所造的何其多，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全地遍滿了你所造之物，那裏有海，又大又廣，其中有無數的動物，大小活物都有。那裏有船行走，有你所造的力威亞探悠遊在其中。這些都仰望你按時給他們食物。我的心啊，你要稱頌上主；我的上帝啊，你為至大。你給他們，他們就拾起來；你張手，他們就得飽美食；你轉念，他們就驚惶；你收回他們的氣，他們就死亡，歸於塵土。
你差遣你的靈，他們就受造；你使地面更換為新。我的心啊，你要稱頌上主，我的上帝啊，你為至大。願上主的榮耀傳到永遠，願上主喜愛自己所做的。他看地，地便震動；他摸山，山就冒煙。我一生要向上主唱詩，我還活的時候要向我的上帝歌頌。我的心啊，你要稱頌上主，我的上帝啊，你為至大。願你悅納我的默念，我要因上主歡喜。我的心啊，你要稱頌上主，哈利路亞。我的心啊，你要稱頌上主，我的上帝啊，你為至大。願榮耀歸於聖父、聖子、聖靈。起初這樣，現在這樣，將來也這樣，永世無盡。阿門。第二次經課哥林多前書12章3至13節。若不是被聖靈感動的，也沒有人能說耶穌是主。恩賜有許多種，卻是同一位聖靈所賜；侍奉有許多種，卻是侍奉同一位主；工作有許多種，卻是同一位上帝在萬人中運行萬事。聖靈彰顯在各人身上，是要使人得益處。有人藉着聖靈領受智慧的言語，有人也靠着同一位聖靈領受知識的言語。又有人由同一位聖靈領受信心，又有人由同一位聖靈領受醫病的恩賜。又有人能行異能，又有人能作先知，又有人能辨別諸靈，又有人能說方言，又有人能翻方言。這一切都是由唯一的同一位聖靈所運行，隨着自己的旨意分給各人的。就如身體是一個，卻有許多肢體，身體的肢體雖多，仍是一個身體。基督也是這樣。我們無論是猶太人，是希臘人，是為奴的，是自主的，都從一位聖靈受洗成了一個身體，並且共享這位聖靈。這是上主的道。感謝上主。同唱登階聖詩普天頌讚76首聖靈賜愛歌。我
哈利路亞，哈利路亞！聖靈請你降臨，充滿你信徒的心，在他們心內燃起你的愛火。願主與你哋同在。主耶穌基督嘅聖福音係記載在聖約翰福音。那日就是7日的第1日晚上，門徒因怕猶太人所在的地方門都關了，耶穌來站在當中，對他們說：願你們平安。說了這話，他把手和肋旁給他們看。門徒一看見主就喜樂了。於是耶穌又對他們說：願你們平安。父怎樣差遣了我，我也照樣差遣你們。說了這話，他向他們出一口氣，說：領受聖靈吧。你們赦免誰的罪，誰的罪就得赦免；你們不赦免誰的罪，誰的罪就不得赦免。這是上主嘅福音。奉聖父、聖子、聖靈嘅名，請坐。按照剛才你讀嘅第一段經課，第一次經課喺《使徒行傳》裏邊，我見到猶太人係一個嘅五旬節，就係耶穌升天之後，聖靈降臨喺耶穌嘅門徒身上邊，呢班門徒係集體咁經歷過一次好新嘅體驗，係一種新嘅動力，亦都開始咗教會嘅新嘅生命。所以有人話呢一日係教會嘅生日。各位弟兄姊妹，我哋就係教會，我哋就係基督嘅身體。呢一日亦都係我哋屬靈新生命嘅生日，喺度祝大家生日快樂。但係對以色列人嚟講，聖靈並唔陌生嘅，因為當日聖靈都感應過先知，賜俾佢有能力。我哋會知道先知藉住聖靈而得着呢個說預言嘅能力，好似以賽亞先知，佢能夠預告咗彌賽亞嘅降臨。同樣聖靈感動大衛，令佢寫咗好美麗嘅詩篇。而今日我哋仍然喺我哋嘅教堂嘅崇拜之中，經常都會係誦讀以及誦唱。不過喺主嘅復活降臨喺門徒身上嘅聖靈有啲唔同，有啲聖靈係耶穌所預告嘅，係耶穌話佢唔去，聖靈就唔會嚟到。呢個聖靈係幫助門徒去明白真理嘅智慧同埋力量。喺呢特別嘅五旬節，呢班嘅門徒經歷咗聖靈所賜俾佢哋嘅聰明同埋能力，能夠聽懂
其他國家嘅人所講嘅語言，原來將人隔離而唔能夠溝通嘅藩籬，就係呢種不同語言嘅障礙打破咗，使人能夠重新聯繫及認識，使門徒同感一靈，喺同一個基礎上面建立一個互聯互通嘅信仰群體。喺度，我想大家諗一諗，今日我哋係咪有聖靈呢？冇聖靈都有 AI 係咪啊？有一次我旅行，我同我朋友一齊，當日即係已經係幾年前啦，已經係佢拎住個手機錄咗一段，於是播翻日文嚟嘅，就俾我變成日文。但係今日唔使嗬，就對住可以直情係即刻翻譯。各位弟兄姊妹，請大家諗一諗 ，AI 係咪代替咗聖靈呢？但係你唔好忘記喺創世記第11章裏邊有一個巴別塔嘅故事。呢個故事裏邊話俾我哋聽，人想建咗一個嘅塔，上達於天，去到上帝嗰度。呢個係咩故事嚟呢？但係人點解唔喺上帝旁邊呢？原來創世記故事係開始話俾我哋聽，因為人犯咗罪，唔接受上帝嘅指示，結果上帝將佢哋逐出呢一個美好嘅園地，唔能夠再喺同上帝嘅身邊，而且佢哋都唔敢見到上帝。但係喺巴別塔故事裏邊，可能人已經忘記咗上帝呢一個嘅教導，佢覺得上帝又如何呢？於是佢覺得我要成為上帝一樣，去到上帝嗰度，佢唔俾我哋，我要去佢嗰度。呢個人想將上帝嘅工作、上帝對人嘅罪一個打破，但係呢個係乜嘢嘅開始呢？原來上帝嘅呢個喺巴別塔故事裏邊話俾我聽，本來人係講同一嘅語言，互相溝通，但係當人忘記咗佢同上帝之間嗰個關係，佢唔接受上帝嘅指示，唔肯服從喺上帝嘅之下。甚至可以講，佢想成為自己嘅主宰，讓自己能夠代替上帝，呢個係罪嚟嘅。於是上帝就將當時嘅人用唔同嘅語言去分隔過嚟，佢哋再唔能夠溝通。不過好睇到好特別嘅就係喺呢個五旬節嘅日子裏邊，呢個好似倒翻轉過嚟，唔能夠溝通嘅人，藉住上帝嘅聖靈再一次溝通。呢班乜嘢人嚟㗎？呢班人係同一班嘅人，佢相信同一嘅耶穌基督，相信一個復活嘅主，一個大能嘅主，一個接受差派嘅能力嘅主。喺度睇到嗰一日呢班嘅門徒好特別嘅經歷，係將上帝用人嘅犯罪所造成嘅一個嘅上帝嘅懲罰改變過嚟，係上帝自己啊！人因為犯罪之後，唔單止係離開咗上帝，仲有面對死亡。但係就係呢五旬節一日，佢哋再一次能夠聽到唔同人嘅言語，將分隔嘅罪所造成嘅分隔重新打破。更重要一樣嘢就係呢班嘅人係一班已經見過耶穌基督復活嘅門徒。佢相信耶穌所應許嘅永生，得着復活嘅生命，所以可以講五旬節呢一日係教會重新認識耶穌基督，重新認識從耶穌基督裏邊嘅上帝，重新認識上帝所俾人嘅生命。個生命係乜嘢？係上帝俾人一個永恆嘅生命，亦都讓我哋睇到喺五旬節嗰一日，呢班嘅門徒經歷上帝一個新嘅、重新嘅創造 （recreation）。讓人從罪裏面釋放出嚟，所以呢個用不同語言能溝通嘅係一個象徵，象徵咗人再一次合一喺上帝面前被上帝悅納。而仲要呢班合一嘅人係深信耶穌基督，係喺耶穌基督裏邊得着新生命嘅信心。所以各位弟兄姊妹，呢一個門徒嘅經歷，亦都應該係我哋每個人嘅經歷。
我哋應該知道，我哋相信於耶穌基督之後，我哋能夠彼此互相溝通。感謝上帝，上帝亦俾人更加大嘅能力。當日嘅門徒藉耶穌嘅差派有治病嘅能力。今日我哋有新嘅醫療改革，你去醫院就睇到病㗎啦。你唔單止可以睇呢個身體疾病，又可以睇精神嘅疾病。上帝將佢嘅能力一直嘅俾人，讓人係能夠繼續成長。今日我哋唔再能夠因為聽唔人嘅明白嘅語言，就可以講我唔理你，我唔睬你，你同我無關。所以上帝亦都用今日新嘅科技提醒我哋要同其他人重新連結。不過重新連結係咪能夠合一呢？有待我哋繼續去努力。我睇到聖靈嘅工作好特別，聖靈並唔單係喺耶穌嘅降臨，喺耶穌應許五旬節降臨嗰日之後，先喺門徒身上邊。其實耶穌所差派聖靈一直都同在。喺創造嘅時候，聖靈已經係創造喺整個大地。我睇到就喺耶穌開始傳道嘅時候，佢開始去到一個會堂，拿撒勒嘅會堂裏邊，佢高舉咗呢一個以賽亞嘅先知書裏邊，開始宣告佢講乜嘢。佢話：主嘅靈喺我身上面，叫我傳福音俾貧窮嘅人，差我宣告被擄嘅得釋放，失明嘅得看見，受壓迫嘅得自由，宣告上帝悅納人嘅禧年。呢個係上帝嘅靈差派耶穌喺地上嘅工作。所以今日我睇翻耶穌喺佢今日嘅福音書裏邊，耶穌佢話：父怎樣差遣了我，我又照樣差遣你哋。所以耶穌藉住聖靈係差遣門徒去做翻耶穌嘅工作。所以因為咁緣故，耶穌離開呢個世上，但係門徒承繼耶穌嘅工作。不過我唔知大家記唔記得耶穌講過一句説話，喺耶穌同門徒晚餐嘅時候，喺約翰福音第14章12節裏面，耶穌咁講：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哋，我嘅門徒，我所做嘅工作，信我嘅人亦都要做，並且要做得比呢更加大，因為我到父那裏去。耶穌話俾佢門徒聽，佢離開啦，你哋要做嘢啊！你唔知做我嘅所做嘅嘢，你要比我做嘅更加大啊！各位弟兄姊妹，耶穌在世嘅日子只有一群嘅門徒，100幾個，核心嘅12個。但今日我哋睇到，藉住呢班核心嘅門徒同埋跟住耶穌嗰群嘅人，今日嘅教會已經係遍佈全地。的而且確，我哋做嘅工作比耶穌當日嗰個嘅範圍更加大，所做嘅接觸嘅人更加多。所以耶穌嘅應許係真嘅。呢一切由於聖靈嘅臨在，使當時嘅門徒接受咗聖靈工作，而開始咗耶穌嘅新嘅使命。呢個就係天國臨在，上帝悅納人嘅時代。如果同時佢哋秉承住耶穌嘅教導，去為呢個世界帶嚟一個新嘅希望。好耶穌佢所講嘅，使被捆綁嘅人得到釋放，使睇唔到嘅人得到體現，使逼迫嘅人得到自由。呢個係上帝悅納人嘅開始。食五旬節嗰一日，呢班嘅門徒就開始咗得咗新嘅能力，開開心心咁開始一個新嘅生活。各位弟兄姊妹，聖靈嘅臨在係代替耶穌去幫助我哋每一位，幫助佢能夠去繼承耶穌嘅工作。但係耶穌都知道繼承嘅工作絕對唔容易，係一個艱難嘅事情。所以耶穌差派聖靈嘅嚟到，耶穌話俾佢聽，佢派一個聖靈嘅保惠師嚟到去幫助佢哋，係幫助佢幫助呢個門徒想起耶穌一切嘅教導，並且提醒呢個門徒呢個聖靈係常常與佢同在嘅。其實耶穌喺最後嘅晚餐嗰個晚上，佢已經向門徒講得好清楚。喺約翰福音第14章16、17節裏邊，耶穌咁講：你哋若果愛我，就會遵守我嘅命令。我要求父，父就賜俾你另外一位嘅保惠師，
使佢永遠與你同在。佢就係真理嘅聖靈，因佢常與你同在，亦都要住喺你哋裏面。所以各位弟兄姊妹，耶穌嗰一日晚上，最後嘅晚上，差派聖靈話俾門徒聽，聖靈係常與佢同在嘅，並且喺佢哋裏面嘅。各位弟兄姊妹，其實聖靈嘅臨在，聖靈喺你裏邊係事實。因為當你領受洗禮嗰一日開始，聖靈就進入你嘅裏邊，好似昔日耶穌受洗嘅時候，聖靈降臨喺耶穌身上邊。不過你話，咦，點解我唔覺得有聖靈嘅咁？聖靈好特別嘅，聖靈係唔會勉強人，聖靈只會喚醒人，但係人係可以拒絕聖靈。呢個好特別嘅，因為聖靈係一個願人有都自由嘅聖靈。不過聖靈嘅工作提醒我哋，今日嘅彼得前書裏邊話俾我聽，聖靈其實係一位好重要嘅聖神，幫助我哋去得着從上帝而嚟嘅能力。呢度提到我哋聖靈好多個唔同嘅恩賜賜俾人，恩賜就係俾每個人有特別嘅為主而工作嘅能力，好多種嘅能力。我睇到佢哋有好多種各種各樣嘅恩賜，有智慧嘅言語能夠辨別真理，同樣有知識嘅言語使我學習認識耶穌基督，又能夠賜俾人有信心去依靠上帝去做更加大嘅工作，亦都有人從聖靈得到醫病嘅恩賜。今日嘅醫療就係咁樣，亦都有人去行異能，有人作先知可以辨別諸靈。所以睇到我哋聖靈俾我哋有每個人有唔同嘅能力，成為一種恩賜，而恩賜就係服侍上帝嘅教會。各位弟兄姊妹，我想大家一齊諗一諗，點解上帝要賜聖靈嘅能力俾我哋呢？請大家記住，耶穌吩咐門徒要繼承嘅工作，我哋一群嘅人，每個人都有唔同嘅自己嘅生活、自己嘅品性、自己嘅能力、自己習慣。呢個就係我哋從聖靈而得嘅。請你好好反省自己，聖靈俾咗我哋啲乜嘢嘅恩賜？但係更加重要嘅，你有冇好嘅將呢個恩賜就係服侍耶穌基督嘅一種嘅工作咧？聖靈賜能力俾我哋，唔單止賜俾我哋個人。更加重要嗰一日，聖靈嘅臨在係俾一群嘅人，並且俾好多唔同嘅恩賜，唔係俾好多恩賜俾同一個人，而係俾一恩賜俾唔同嘅人，讓呢群嘅人成為一個群體，合而為一。因為耶穌已經提醒門徒，你哋要合一，合一嘅門徒得到唔同嘅恩賜，就成一個有唔同能力嘅超級團體，為主而活。我哋每個人都係超人嘅群體，超越人嘅限制嘅群體，係超越人有限無助嘅群體。各位弟兄姊妹，聖靈嘅光臨我哋身上邊，用光照同埋臨在喺身上邊啊，係提醒我哋要為主而活。今日喺一個整個群體裏邊，我哋一齊互相合力。請大家諗一諗，你有冇從聖靈得嘅恩賜？有嘅時候，你有冇好嘅善用？聖靈稱為保惠師，其實好重要一樣嘢就係指明一個能夠被召喚嚟到人嘅面前，去解決人嘅困境。各位弟兄姊妹，我想問你哋，你有冇向聖靈禱告啊？我唔敢叫你舉手啊！我想好多人都唔敢舉手。不過問你有冇向過耶穌禱告啊？大部分都會舉手啊。有冇向過天父禱告啊？人都會舉手嘅，知唔知？但好似好少向聖靈禱告喎。不過耶穌話過，聖靈係幫助佢諗起耶穌嘅説話，幫佢諗起耶穌。所以每逢你諗起耶穌、諗起天父嘅時候，呢就係聖靈嘅工作。聖靈同你一齊去禱告。所以當你冇呼喚聖靈嘅時候，你唔好介意話：哎呀，我唔識佢啊！其實佢已經喺你裏邊。各位弟兄姊妹，請你繼續禱告。讓你嘅呼喚嘅禱告，讓聖靈同佢同在，去幫助你向天父、向耶穌同聖靈一齊禱告。今日我哋想提醒大家，
我哋今年嘅主題座堂以諸聖蒙召因信得生作為我哋信仰嘅主題。請大家一齊去探索聖靈點樣感動我哋呢群嘅人，一齊去回應今日我哋呢個處境，點去傳揚主耶穌基督嘅福音，成為一個因為信而得到生命嘅信徒，點樣幫助人同樣嘅因為信而得到新嘅生命。盼望大家喺傳話之中能夠經歷到聖靈。每次當我哋領受聖餐嘅時候，主禮牧師都會係提醒我哋，願聖靈臨在，將餅同埋酒成為耶穌嘅聖體同埋寶血。當我哋領受耶穌嘅聖體同寶血呢個餅同酒嘅時候，係得着聖靈嘅恩典臨在嘅標記。各位弟兄姊妹，聖靈一直喺你裏邊，唔好忘記佢。聖靈已經內住喺我裏邊，住喺你嘅生命裏邊。請你喺禱告中喚醒自己，讓聖靈提醒你為主而活。盼望聖靈更新你嘅心思，我哋嘅意念，教導我哋能夠明白、睇到，並且用實際工作去做主交付俾我哋嘅一切。然之後喺呢時候同我哋同在，願聖靈喺今日開始再一次嘅激勵我哋，敢於為主而活，找到我哋嘅方向，一齊委身自己，願未來為主而活。願主賜福俾你每一位，俾我有能力。阿門。現在我哋開始接納諸聖之友嘅禮儀程序，就會喺我哋嘅週刊嘅內頁。The Dean of All Saints Cathedral, some members of the English congregation, by the grace of God and the prayers of the Church, have participated in the spiritual life of All Saints Cathedral for some years. They are now asking the Church to let them be the friends of All Saints Cathedral and to enhance their church life and spiritual growth. Tornino Lorley, Rualis Maria Yvonne T., Sakati Grace Borja, Dela Cruz Annalisa O., Kayabyab Emily T., Farok Anilin. Dear fellow brothers and sisters, these beloved sisters are going to be the friends of All Saints Cathedral. The ones who know them recognize their goodwill. They attend the service regularly. They are willing to follow the teaching of Jesus Christ and participate actively in the fellowship of our church. The church is going to proclaim the welcoming of them. Dear fellow brothers and sisters, please stand. In the name of Jesus Christ, are you willing to welcome these sisters to be the friends of All Saints Cathedral and keep on praying for them? I am willing. Dear sisters, the whole congregation here have welcomed you to be the friends of All Saints. I encourage you to pursue the life of Jesus Christ and live out your faith. Let your light shine before others so that they may see your deeds and glorify your Father in heaven. I ask you to speak out your determination. Are you willing to be the friends of All Saints Cathedral and follow Christ in earnest? We are willing. Friends of All Saints Cathedral, we will keep on praying for you. May God bless you all to have a fruitful life, be loyal to our God, and love one another in the congregation of All Saints Cathedral. Friends of All Saints, you are welcome.
Stand， 請起立。讓我哋一同承認我哋嘅信仰同獻嚟家信經。我哋信到一個上帝，全能嘅聖父，創造天地並一切有形無形萬物嘅主。我哋信到一個主耶穌基督，上帝嘅獨生子，在萬世以前為聖父所生，從上帝所造嘅上帝，從光所造嘅光，從真神所造嘅真神。是生非造，與聖父同體，萬物都是藉着他受造。他為要拯救我哋世人，從天降臨，因聖靈嘅大能，為童貞女瑪利亞所生，成為人身，在本丟彼拉多手下，為我哋釘在十字架上，被害受死埋葬，應驗了聖經嘅話，第三天復活升天，坐在聖父嘅右邊，將來天中嘅榮耀中再臨，審判活人與死人，他的國永無窮盡。我哋信聖靈是主，是生命者，從聖父聖子所出，與聖父聖子同受敬拜，無量尊榮。昔日就從先知傳話，我哋信聖靈所説的雖然都教好，我哋承認聖靈是基督嘅聖靈，我哋交託聖靈禱告，希望世嘅永生。阿
上帝聖靈，因你嘅恩典臨在，我哋嘅心思意念都歸向你。現在我哋嚟到你嘅跟前，因你憐憫嘅本性，求你聆聽我哋向你嘅呼求，我哋一同跪下，同心祈禱。在這個紀念教會誕生嘅日子，讓我哋為上帝嘅聖教會祈禱。上帝聖靈，因着你嘅恩典，我哋先可以享受喺主內嘅合一和團契。求你持續施恩，保守教會嘅合一。我哋特別為到本教省嘅陳歐明大主教、香港聖公會各位主教同埋所有聖品人祈禱，亦為到整個普世聖公宗祈禱。我哋懇求聖靈臨格，引導普世聖公宗各個教省嘅主教同埋教會領袖，使佢哋能夠彼此合作，延續教會嘅神聖使命。聖靈，我哋嘅保惠師，上帝聖靈，你曾充滿使徒，使佢哋向各國各族嘅人傳道。求你使來自不同地域、文化、傳統同埋背景嘅信徒，可以喺主內歸為一群。我哋為到其他宗派嘅教會領袖同埋弟兄姊妹，以及喺世界各地推動教會合一嘅團體同埋事工祈禱。特別為到本港嘅香港基督教協進會同埋泰澤修道團體祈禱。聖靈，我哋嘅保惠師，上帝聖靈，你使到不同嘅人獲得不同嘅恩賜，能夠參與各樣嘅侍奉同埋工作。我哋為到正喺社會中不同角落裏面努力服務嘅傳道者祈禱。我哋特別為到本座堂嘅子堂聖彼得海員堂祈禱，亦特別為到海員傳道會服務海員嘅事工祈禱，又為到幫助吸毒者脫離毒癮嘅福音戒毒事工，喺鄰近座堂嘅廟街服務癮君子嘅胡仲恒神父，為服務貧困者嘅聖巴拿巴會之家，以及一切服務困乏者嘅基督教事工祈禱。求主更新我哋嘅靈命，興起我哋彼此相顧嘅愛心，勉勵我哋行善。聖靈，我哋嘅保惠師，喺傳道主日，我哋要為到本牧區以及整個教省嘅傳道事工祈禱。我哋特別為到本座堂嘅傳道部，特別係為新朋友接待組嘅工作，為喺我哋當中以不同語言崇拜嘅弟兄姊妹，為諸聖中學學生認識同埋接受福音，為關懷社區裏面有需要嘅人，以及牧區裏面一切有益於傳道嘅事工祈禱。求主使本座堂嘅教友懷有愛心，成為他人認識基督、加入教會嘅橋樑。我哋又為到香港聖公會各個社會服務機構、同心村、福利協會嘅各機構祈禱，使同工們能夠以愛心服侍有需要嘅人，並把上主嘅福音帶俾佢哋。聖靈，我哋嘅保惠師，讓我哋為自己同埋他人祈禱。上帝聖靈，你用無可言喻嘅嘆息替我哋祈求，求你體察我哋嘅需要，將我哋因無善而不敢求、因暗昧而不知求嘅恩典賞賜我哋。又求你賜恩於身心靈性欠安嘅親友，以及嗰啲我哋心中紀念為主作工嘅忠僕，仲有嗰啲生活困難嘅人、無家者、獨居長者，面對學業同埋生活壓力嘅年青人，以及
缺乏基本日常所需要嘅人。求你賜俾佢哋嘅身心靈皆得飽足。聖靈，我哋嘅保惠師，我哋靜默片刻，紀念嗰啲已經離我哋而去，進入天國榮耀嘅家人同埋主內嘅兄弟姊妹。願佢哋喺主內嘅懷中安息，並喺榮耀中復活。聖靈，我哋嘅保惠師，全能嘅上帝，你藉着聖靈，使我哋得與天上同埋地上嘅眾聖徒合而為一。求你使我哋喺今世嘅朝聖旅途上，天天與佢哋同行，常常獲得佢哋無盡嘅愛心，同埋從佢哋禱告得到激勵，並被佢哋因為聖靈賜予嘅能力同埋仁慈所作嘅見證圍繞住。我哋奉主耶穌基督嘅名禱告，因為凡奉佢嘅名所祈求嘅，必因聖靈嘅恩惠而得蒙悅納。耶穌基督係永遠常存、永遠掌權嘅主。阿門。弟兄姊妹，我哋一同繼續跪下。上帝藉着聖靈參透萬事，叫我哋曉得冇啲咩可以向主隱瞞。因此，讓我哋敞開心門，向主承認我哋嘅過錯。我哋靜默片刻，省察自己。我哋一齊認罪祈禱話：最慈悲嘅上帝，我哋承認在人處會意軟弱，明知故犯，在思想、言語同行為上，常常得罪咗你同我哋嘅鄰舍。現在我哋衷心懊悔，求你憐憫我哋，為咗聖子耶穌基督，饒恕我哋嘅過往，輔助我哋嘅現在，引導我哋嘅將來，使生命中服侍你，歸榮耀給你嘅聖名。阿門。全能嘅上帝憐憫你哋，藉住我哋嘅主耶穌基督，饒恕你哋所犯嘅罪，增加你哋行事嘅力量，並藉聖靈嘅大能，保守你哋進入永生。請起立 ，please。上帝已經喺基督裏使我哋合而為一，並賜聖靈喺我哋心裏作憑據。哈利路亞！願主嘅平安常與你哋同在。讓我哋互相請安。要憑愛心行事，正如基督愛我哋，為我哋捨了自己，當作馨香嘅供物同埋祭物，獻與上帝。同唱奉獻聖詩，普天頌讚77首聖靈降臨歌。我
上主，求你悅納你子民嘅禮物，使呢啲餅同埋酒成為稱頌感恩嘅祭同埋生命嘅糧。願一切大能、權力、榮耀、光輝、尊貴都歸於你，唯一嘅同埋永遠掌權嘅主。阿門。願主與你哋同在，你們心裏都仰望主。我哋應當感謝我哋嘅主上帝。令人讚歎嘅上帝喺創造天地之時，聖靈運行喺水面上。當你嘅選民喺曠野流浪，被擄到外邦，同埋居於應許之地，聖靈同佢哋同住。當聖子耶穌喺瑪利亞嘅腹中成孕，聖靈充滿咗佢，又喺耶穌領受洗禮嘅時候，彷彿鴿子落喺佢嘅身上。當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你又以大能喺佢第3天復活，離開墓穴。又喺當天晚上，佢向背棄佢嘅人呼出你赦罪嘅恩典。喺五旬節嗰一日，你差遣聖靈落喺膽怯嘅門徒身上，叫佢哋火熱充滿能力、驚嘆同埋喜樂，使佢哋成為你嘅教會。因此，我哋與天使同埋天使長同埋天上嘅會眾齊聲謳歌，永不止息地讚美你。你
賜人安慰同埋力量嘅上帝，不論我哋正在受苦、憂傷、心滿意足、陷入危機或者平靜安穩嘅時候，我哋都仰望你嘅聖靈降臨，與我哋同在。求你藉着聖靈嚟到我哋中間，使我哋被更新而肖似你嘅形象，並將我哋呢啲獻上嘅餅同埋酒賜俾我哋，成為聖子耶穌基督嘅聖體同埋寶血。主耶穌基督喺被賣嗰那一夜，拿起餅來，祝謝了，就擘開，分俾佢嘅門徒話：你們拿着吃，這是我的身體，是為你們捨的，你們應當如此行，為的是紀念我。餐後，主耶穌拿起杯來，感謝你後，遞俾門徒話：你們都喝這個，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約，是為你們流出來的，使罪得赦。你們每逢喝的時候，要如此行，為的是紀念我。呢個係信德嘅奧蹟。基督曾經受死，基督現已復活，基督將要再臨。賜人夢想同埋發出語言嘅上帝，求你將智慧、知識同埋信心、醫治、辨別同埋解釋嘅恩賜加俾我哋，使你嘅教會能夠遵照耶穌嘅聖範而建立。願每一個飢餓嘅人喺你之內得到生命嘅糧食，每個乾渴嘅人喺你之內揾到活水嘅河流。求你向所有孤單嘅、喺恐懼或者失望之中嘅人發出你嘅聖言，使你每個兒女都能夠用佢哋自己嘅言語，就係通過科學同埋文學、文字或表演嘅言語，聽見你嘅説話。求你使一切正在喺痛苦呻吟嘅受造之物得以成聖，你嘅天地萬物能呼吸你嘅氣息，重新充滿你嘅生命，我哋就能夠愛你所愛嘅，行出你所要行嘅。你係聖父、聖子、聖靈，永恆唯一嘅上帝。阿門。現在遵照我哋救主耶穌基督嘅教訓，我哋一齊用主禱文祈禱。
我哋擘開這餅，分享基督嘅身體。我哋信眾連屬一體，因為我哋都是分享這餅。上帝賜俾佢子民嘅聖物，你哋應當憑着信心前來領受，紀念基督為你哋捨身流血，心裏感謝。
我哋要祈禱。Let us pray。信實嘅上帝，你差遣咗聖靈降臨喺我哋中間，並為各國各族開通咗永生嘅道路，實現你復活嘅奧蹟嘅應許。求你藉聖靈開啟我哋嘅心，使各國各族嘅人異口同聲地頌揚你、榮耀你，直乃我哋嘅主耶穌基督而求。阿門。天父永生嘅上帝，你已經施恩接納我哋作為聖子救主耶穌基督嘅活肢體，並在他聖體寶血嘅聖事裏，用力量餵養應我哋。現在求你差遣我哋平安奔走世程，並賜俾你力量同埋勇氣，專心樂意敬愛你、服侍你，直乃我哋嘅主基督而求。阿門。各位請坐。Once again, let us welcome our friends of All Saints. 我哋咧喺3年前開始咧，我哋都知道咧，我哋英文堂有好多嘅弟兄姊妹其實已經喺佢哋嘅國家洗咗禮堅振，但係咧佢哋就離鄉別井嚟咗香港，可能超過10年、20年。咁諸聖咧，亦都可能成為咗佢第2個屬靈嘅家。因為咁嘅緣故底下，我哋唔打算需要佢哋堅振或者係加入到我哋嘅禮拜堂，因為可能有一日佢都會返自己嘅國家。咁所以佢留喺香港嘅時候呢，我哋都好希望呢，讓佢哋有更深嘅歸屬感。所以我哋呢喺3年前呢，我哋就開始有呢個 Friends of All Saints 嘅身份，讓我哋呢都能夠一齊經歷到上帝嘅恩典。無論我哋去到邊度，上帝都與我哋同在。再一次歡迎佢哋。咁一陣呢，我哋都會邀請完咗崇拜嘅時候呢，會同佢哋有合照嘅時候。咁呢就我哋翻開週刊第17頁，大部分嘅消息都已經報告咗超過1個月㗎啦。咁呢就另一個報告呢，就喺17頁尾嘅，就喺下個主日呢，我哋除咗有懇親節，我哋雙親節呢，父親節、母親節，我哋一齊慶祝。我哋就會喺活動室嗰度呢，我哋有愛言。咁啊，請我哋嘅弟兄姊妹預留時間，我哋一齊咧歡度。咁之後呢，2點鐘呢，我哋會去到感恩堂，我哋有部長嘅聯席會議。咁啊，請大家留意啦。咁另外呢，每年嘅3·1主日後嘅星期4就係基督聖體寶血日。咁啊，呢一日呢，我哋都有隆重嘅崇拜，有明供聖體。咁樣呢，都好鼓勵我哋嘅弟兄姊妹踴躍去參與我哋嘅禮儀生活，了解聖體寶血嘅聖事對我哋生命嘅意義。咁啊，歡迎大家踴躍參與。羅馬書嘅研讀嘅消息印喺週刊。另外呢，今日我哋有在俗修道，1點鐘呢，我哋就會喺感恩堂嗰度舉行。咁啊，今日呢，我哋有2個主題，一個呢就係聖言誦禱 Lectio Divina 嘅4個基礎嘅階段嘅解釋並且實踐。另一個呢，就係我哋會嘗試學習點樣做一個靈修嘅日記，透過靜靠心窗呢個手杖拼貼嘅創作呢，做一個靈修嘅日記。鼓勵大家呢踴躍參與啦。成年部抗勵家庭嘅團契嘅消息印喺週刊，而其他消息都唔特別報告啦。咁我哋嘅座堂教友姜燕薇姊妹喺5月16號主懷安息，請大家為佢哋一家去禱告。報告咁多，其他事情請睇週刊。同唱領餐後聖詩普天頌讚229首須安歌。Amen.
我哋繼續祈禱。君尊嘅上帝，你嘅慈愛傾注人間，我哋頌揚你。喺五旬節，你開始咗聖靈嘅新時代。現在聖靈嘅火已降臨於所有嘅信徒當中，不論強弱男女，都勇於宣揚主嘅真道。少年得見異象，老人可做異夢。藉着聖靈嘅新酒，佢哋傳揚你大愛統治，喺更新一切創造嘅陣痛之中，光明嘅真道得以顯明。聖父、聖子、聖靈自由嘅根源，生命嘅賜予者，我哋頌揚你。願上帝永受頌揚。各位弟兄姊妹，我哋喺過去嘅50日已經慶祝咗主耶穌基督克勝死亡罪惡同埋死亡嘅權能，並宣揚上帝嘅大能作為。我哋祈求上帝運用佢嘅能力，叫耶穌基督從死復活嘅大能，亦都喺我哋之中作同樣嘅奇功。諸聖座堂各位弟兄姊妹，你哋作為教會嘅一份子，我呼籲你哋活出所信嘅真理。憑着聖靈加增嘅能力，你哋是否願意勇敢地邁向上帝所定嘅將來，信靠佢，以佢作為你嘅嚮導？藉着聖靈嘅能力，我願意。你哋是否願意勇敢地彼此懷抱，喺愛裏一起成長？我願意。你哋是否願意勇敢地喺教會裏分享自己嘅資源，輔助有缺乏嘅肢體？我願意。你哋是否願意勇敢彼此不停代禱，直至你哋嘅心意都傾慕上主？我願意。你哋是否願意勇敢地高舉基督嘅光，進入世上黑暗嘅地方？我願意。現在我熄滅復活蠟燭上嘅火光。我哋繼續祈禱領受上主嘅賜福。聖父永恆嘅光，把保惠師聖靈傾注喺使徒身上，貫通佢哋嘅心靈，驅散佢哋心裏嘅疑惑。願佢使你哋亦都蒙照聖靈嘅光照，除掉你哋內心嘅黑暗同埋憂慮。聖子愛嘅恩泉，把道路、真理、生命啟發門徒，並應許賜真理嘅聖靈，願佢堅定你哋嘅信德、望德同埋愛德。聖靈如風如火降臨喺使徒身上，佢哋就得聖靈嘅恩賜，勇敢地宣講上帝嘅聖言。願佢火熱你哋，使你哋能為主嘅教會大發熱心。又願全能嘅上帝、聖父、聖子、聖靈賜福俾你哋，保護你哋，直到永遠。哈利路亞！你哋要進入世界，喺聖靈嘅力量裏邊歡欣快樂。感謝上主，